厥斯坦记者和作家米尔卡米利·喀什格尔的母亲于4月19日去世。然而，在他母亲去世6天后，他能够听到他的死讯。住在安卡拉的记者花了3天时间确认这个消息。根据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他的家人中没有男人可以参加母亲的葬礼祈祷，因为所有的男人都被任意逮捕并被中国送到集中营。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我有6个兄弟，但中国警方只允许我的大哥在一段时间内参加我母亲的葬礼。警察告诉他不要联系我，否则他会遇到麻烦。我的母亲在中国的情事营地是否因酷刑而死亡，还是因其他原因而死亡，我对此一无所知。他可能被折磨致死。”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遭到抗议。国际民主党协会瑞典分支、瑞典灰狼组织和土耳其非政府组织支持并参加了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组织的示威活动，其口号是当作穆斯林的声音，为维吾尔的自由而游行。这些组织的成员聚集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前面举行游行，要求中国政府关闭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据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计划访问朝鲜。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计划之后，面对美国长期制裁，朝鲜外交部长李荣浩前往德黑兰。伊朗政府还宣布，面对美国制裁，伊朗可以退出防止核武器条约。马哈蒂尔再次访华，参加了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外界注意到，其此次访华立场有了很大不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相信马来西亚和所有参与的国家都会从中受益。马哈蒂尔在参加完为期3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准备回国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此前所有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协定不一样，不管大国还是小国都能平起平坐讨论，并从“一带一路”中获益。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未能收购曼联俱乐部。沙特阿拉伯原计划收购曼联，并希望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收购的曼城和卡塔尔拥有的巴黎圣日耳曼竞争。拥有曼联的美国格雷兹家族强烈反对此次出售。在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于2018年10月2日在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遭到残酷谋杀之后，王储穆罕默德关于此次收购的谈判陷入僵局。